唔知你有冇試過瞓喺張床勁耐都瞓唔着呢？喺呢條片我將會分享5個經過科學實證嘅方法去幫你改善你嘅睡眠品質。其實自從疫情開始，我每晚都瞓得唔好，成日都瞓唔着，睡眠品質咧係差到我第二日起身咧都好攰。之後我用咗1年時間去睇書同埋上網研究，學到好多科學根據嘅知識，先可以令我而家每日起身都可以好精神。究竟呢5個可以改善睡眠品質嘅方法係啲咩呢？我哋唔講咁多，去片。咁首先第一個方法咧就係自製一個睡前放鬆嘅習慣。咁其實我自己係一個好多嘢諗嘅人啦，每晚瞓覺咧都會係諗翻今日發生啲咩事啊，所有嘅諗法咧，只要我瞓喺張床度咧，都會一次過咁彈晒出嚟。所以咧我就自製咗一個小放鬆嘅 routine 啦。就包括沖涼、睇書同埋拉筋。只要我每一日開始我每晚嘅 routine 咧，我就唔會睇任何設備啦。其實手機可能電視、電腦咧，其實都有藍光啦。咁如果臨瞓前嗰幾分鐘，我都仲喺度刺激緊個大腦咧，咁即使你熄燈嘅時候準備瞓覺咧，你個腦都停唔到啦。咁而我會建議咧，就係先由簡單開始做起，例如每晚臨瞓前30至60分鐘就建立1-2個小習慣啊，好似寫日記或者睇書呢啲都係一個好開始啦，即係可以睇自己中意嘅書啦。只要唔係睇電子設備或者係做一啲會令你放鬆唔到嘅活動咧就可以啦。而第二個方法咧就係每一日同一時間瞓同埋同一時間起身。唔知你知唔知一個唔持續嘅睡眠習慣咧，係衰過你每一日都夜瞓熬夜。點解咧？因為你熬夜每一日夜瞓，有可能係關乎你嘅先天因素。但係你一個唔持續嘅睡眠習慣咧，其實係你自己選擇。而怪處就係你個身體會適應唔到啦。好似當你瞓落床嘅時候，個腦會以為你未需要休息，所以先會出現瞓落床瞓唔着嘅情況。而點樣先可以揾到自己嘅一個適合嘅睡眠或者起身時間咧時段咧？其實好簡單，就係只要你每一日起身嘅時候咧，你都有充足精神做嘢咧，咁就代表你已經揾到你嘅適合嘅時段啦。而熬夜或者通宵啦，咁我間唔中1至2次，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啦。但係長期嘅習慣咧，我都唔會太建議。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同身邊嘅同學鬥瞓得少呢？喂，你琴晚瞓咗幾多鐘啊？琴晚瞓咗4個鐘啦，做功課做到好夜。5個鐘咋？我仲攰啦，瞓咗4個鐘啫喎。佢哋會話瞓覺係阻止佢哋成功嘅敵人。睇下嗰啲有錢人都係瞓3個鐘、4個鐘啫喎。而我覺得呢個說法咧係啱咗一半啦。的確啲有錢人係每日瞓好少啦，但唔代表瞓覺咧係會阻止或者拖累緊佢哋成功，反而咧瞓覺係會幫助到佢哋成功嘅。所以咧，唔知大家每日而家瞓緊幾個鐘咧 ？comment 話俾我知。而返正題，第3個方法咧就係你起身嘅時候嘅習慣。我記得疫情嘅時候，我每朝起身第一時間我都會掂住部手機，望住部手機啦，會碌翻個15至20分鐘，我先再去梳洗。但係咁樣其實就大錯特錯，因為一個起身嘅時候咧，其實係你調節你自己生理時鐘嘅一個好機會啦。當你個身體感應到一啲你已經精神嘅信號或者你起身嘅信號咧，你自然夜晚咧就會早啲瞓。而所以咧，我而家每日無論係喺宿舍或者屋企咧，我都會盡量頭15至30分鐘唔掂我部手機啦，反而係會用5至10分鐘時間曬下太陽啊，或者食個早餐。咁當然運動方面啦，我都會盡量盡早做啦，即係如果朝早有時間就做咗先啦，因為咁如果就唔使好似夜晚咁樣你做完，跟住個心率升到咁快，跟住要慢慢跌咧，你夜晚咧都會瞓得太好。而去到尾2啦，就係自己瞓覺嘅環境。咁正常咧就有3方面可以改善啦，包括溫度、光度同埋舒適感。咁夜晚嘅時候，其實點樣提示個腦準備要瞓，即係準備要休息咧，其實就可以
調暗自己間房啦，即係盡量用啲窗簾去遮住出邊照到入嚟嘅光。如果唔得咧，都可以。如果冇，我就會建議戴眼罩。另外臨瞓前我都會建議調暗自己房入邊嘅燈啦，即係用一啲較暖色啲嘅燈。如果冇咧，淘寶同拼多多咧都一定幫到手嘅。之後就係個溫度啦。咁正常喺科學角度嚟講咧，其實19度至21度就會係最合適啦。但係我知道香港有時會忽冷忽熱啦，又未去到要開冷氣，但係又驚會熱得滯。咁我個人咧就會開風扇嘅，咁都解決到熱得滯嘅問題啦。所以其實都視乎自己嘅需要啦。而最尾咧就係舒適度啦。咁我可以而家可以花少少時間望一望自己間房，即係撇除枕頭舒唔舒服啊，或者張床舒唔舒服咧。其實我覺得如果間房有啲似雜物房嘅話，其實連自己都會瞓得唔舒服啦。即係我唔係話要執到間房好整齊，但係起碼似翻一間睡房咧，都可以大大提升自己嘅睡眠品質。而最尾一個方法就係你嘅睇法啦，對睡眠呢件事，究竟你有幾睇重佢咧？咁其實的確一日嘅熬夜係真係唔會對身體造成好大嘅傷害，但如果真係談及到或者你知道熬夜或者瞓好少呢件事係會影響到你未來健康嘅問題，咁你仲會唔會犧牲睡眠咧？而家咁呢個問題我都問過自己好多次啦，而我都係唔想去熬夜，咁因為係的確熬夜或者夜晚唔瞓咁少係會換嚟可能快樂啊或者回憶，但係我自己本身就係對於呢個就係、如果真係瞓咁少或者熬夜，咁我都係有原因，咁咪未來嘅事，即係如果講到話真係會唔舒服或者身體有咩問題咁先再算啦。但係其實當你真係要面對嗰啲問題嘅時候，你就已經再冇機會去重新嚟過，重新去瞓翻多啲啊，或者補眠。但係即係你會後悔未來你就會後悔。咁與其後悔，咁不如早啲去意識到呢個問題，就去盡快即係建立呢啲健康習慣。反正呢啲健康習慣係可以持續幾十年，而佢都係非常之簡單就可以建立，咁簡直係百利而無一害。而如果大家覺得呢條片有用咧，就記得俾個 like 我啦。咁就亦都可以去翻呢度睇翻我之前 Road to DSE 嘅經歷。咁記得瞓多啲覺，大家下條片見，拜拜。